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我细汉上届读的一个经章，伫《列王记下传》第5章，这是一个乃縵将军伊因为伫亚兰王的面前做了真好，所以伊是一个将军，总是得到抬高。咱之前会讲到捌讲到，伫旧约内底所讲到的抬高病、大麻风，你若好学本的圣经写叫大麻风。但是即个胎膏，伊基本上伊包括足侪物件，伊包括真正的麻风病会传染的，伊嘛包括皮肤也是得到癣，皮肤的癣，也是皮肤炎，所有遮个物件，伫旧约的圣经内底，拢共款的名词叫做胎膏。即个物件有的是会医治的，咱进前伫即个胎膏病中间，捌看见着有一寡相片，即个胎膏病，伊若是发作的是伊会烂，你的面会规个烂去，你的骹甲你的手、指头会烂去，烂到啥物程度？会烂到你的手无感觉，所以你毋知影伊已经烂去，就爱截肢。所以伫中国有一个麻风病村，伊内底足侪就是断骹断手，拢是因为着迄个会传染的迄种会胎膏病、麻风病，所以伫迄个中间拢爱截肢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节，讲到亚兰王有一个将军叫做乃縵，即个乃縵将军伊一定是伫伊的工作，伊做将军的即个工作顶完做了真好，所以虽然伊得到胎膏病，但是无去互王随甲换落来，嘛有可能是即个乃縵伊是呾得到即个病，嘛有可能是因为即个病无真严重。伊伫迄个中间想要找各种的方式，会当来得到医治。伫迄个中间咧想办法的时，全因内底有一个对以色列掠落来的查某囡仔。即个查某囡仔用现在咧想，有可能就是因为战争拍赢，所以甲当地查某囡仔抢来，伫厝里伫遐咧做帮忙。但是无拍算。当即个查某囡仔听见着伊的主人得到胎膏病，然后伫遐咧讲起的时，竟然甲伊讲：你会当我足爱你会当去以色列去找先知啊！我先知会当甲迄落人的病医好。我想即个女主伫即个中间，可能做了真好，所以伊伫伊的主人的面前所讲的话。即个乃縵将军甲伊的女主人伫遐有要听，所以乃縵将军决定要来找亚兰王，伊家己的王，然后要甲伊讲，伊要来找即个迄落以色列的先知。真趣味的是，即个亚兰王全伫迄个中间真正全写一张批，然后即个乃縵将军带着王的批甲礼物。全要来找以色列王，要来找先知。伫圣经内底记载，即个亚兰王内底，伊所写的批，伊写啥物？伊写批互以色列王，甲伊讲：我即个乃縵将军，我批若互你你爱甲即个将军医治好。所以后来迄个以色列王才会拆你的衫，讲哇，你写一张批来，就要叫我甲医是会医治，袂医治。其中更较特别的是，当即个乃縵将军炸着礼物，圣经内底写礼物偌济，银仔10他连得，10他连得是偌济？佫有金仔，佫有衫10丝，有足济物件。我单单讲到即个10他连得，伫列王记上卷16章的所在，有一个以色列王叫做暗利。即个是一个以色列王暗利，伊用2他连得，银仔的单位2他连得去买一粒山，叫做撒玛利亚山。即个撒玛利亚山，就是后来也伫新约内底，耶稣伫迄个水边，甲一个妇人人伫遐咧讲，结果妇人人甲因讲：恁讲敬拜上帝爱伫耶路撒冷，阮敬拜上帝伫撒玛利亚。就是迄粒山，
迄个以色列王用2塔连得买着一个撒玛利亚山，然后伫迄个中间起一个圣殿。即个乃曼将军炸几塔连得？10塔连得。所以至少是比撒玛利亚山计数的5倍。意思就是伊会当买5粒山，其他的金仔拢毋免算。乃曼将军炸着遮尔澎湃、遮尔好的礼物，我想一定是真有诚意。伊要去找即个以色列的先知，先找以色列王，以色列王转伫迄个中间拆你伊的衫，然后艰苦心。结果对一个先知听着以利沙，咱头拄仔读的经句讲的先知是对一个以利亚，这是2个先知哈。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以利沙，对一个是师傅。以利沙是师傅，还是以利亚是师傅？以利亚是师傅。啊，以利亚伊最后升天，伫迄个漩涡中间全飞去。啊，即个以利沙嘛足厉害哦。即个以利沙伫伊拜师做先知进前，伊一个人会当驶12只。12对牛，吼，伊一个人会当驾驭12对，然后去猎草，看伊偌厉害。以利沙伫即个中间听见着以色列王伫遐拆破伊的衫，就甲找人甲以色列王甲伊讲：你叫迄个人来找我，你叫迄个人来找我。所以乃曼将军转换去找以利沙。啊，以利沙伫遐看见乃曼将军来，伊敢有去见？敢有咱头拄读的圣经？无哦，伊敢若差遣使者去甲乃曼将军讲：你去何人西城区洗几摆？7摆。是安怎要7摆？伫基督教，伫犹太教内底，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所以叫伊去洗7摆。洗7摆的意思嘛有讲，嘛有一个意思讲，你爱洗甲完全，洗甲清气，然后你的体格病会安怎？会好，你的体格病会好。乃曼将军敢有要甲洗？无，天无歹，人目头就走，心内伫遐咧想。我想讲，我插遮尔济的礼物，遮尔有诚意，要来拜托以色列王，然后要来找以色列的先知。啊，想讲伊嘛出来，甲我换手祈祷一下，伊嘛出来甲我见一下，含插都无要插。你当然会记的呢？迄阵阿兰国甲以色列国咧相战，啥物人赢？是阿兰赢呢。阿兰伫以色列的北面，是阮阿兰赢呢，是阮乃曼将军拍赢恁遮的呢，所以毋才会走去以色列国内底去抢到一个查某囡仔，转来厝里咧做女婢。啊，你即个先知，我炸遮好的礼物，遮尔好款待你，互你会当有买5个山头的礼物，结果你含插都无要甲我插。你既然叫使者安尼来讲的，要叫我转。啊，要洗身躯，啊洗身躯，阮遐无吗？阮遐无水吗？阮着爱来你遮洗，佮叫我洗7摆，我月头要走，无拍算。当伊月头要走的时，伊的老婆全进前来甲伊讲：我的爸啊，先知若叫你去做一件大事，你兼无要做吗？我的爸啊，先知若叫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兼无要做吗？何况伊简单甲你讲洗就清气，伊叫你讲足困难的代志，你敢无要去做？伊起来无哦，伊起来只甲你讲哦，去洗身躯，身躯洗洗就好。我上爱听的故事就是伫即段细汉，吴姐姐讲历史故事里
即个中间有一段给儿童故事听的插曲。伊讲，即个乃曼将军落去洗身躯，洗一摆起来，敢有改变？无。我即讲的毋是圣经内底写的，我即讲的是我细汉听的故事嘛。洗2摆，皮肤敢有好？洗3摆，敢有差？洗4摆，愈洗愈受气。洗5摆，哪定？洗6摆，心内底要着火。洗7摆，我若无好，你着知死。第7摆，一定爱洗到第7摆。一定爱坚持你的信念，一直到你所祈祷的物件实现，一直到你第7摆的中间，伊洗了起来，伊的肉就清气，伊伫迄个中间得着好。我毋知影即个故事对咱来讲是毋是第一摆听，是毋是感觉真趣味？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印象即个故事。是我足喜欢的一个故事，因为我会当洗身躯、耍水耍7摆，敢听有意思？啊，细汉哦，洗身躯迄无叫洗身躯啦，迄拢咧耍水啦。阮祖囝有一个吼，伊要洗身躯出来爱1点钟啊，一块纱纹会当洗了了，一罐洗发精会当洗甲了，出来时身躯是干的。下颈啊、涂骹，啊，迄个琉璃台，逐项拢洗甲金闪闪，滚，拄啊好，敢若身躯无洗着。洗身躯是咧耍水的嘛，做囡仔应该拢知。所以啊，我足爱即个故事，因为啊，要做好一件代志，会当耍6摆，第7摆较好做安尼。但是今仔日即个故事伫咱信仰内底所互咱的是啥物？伫即个中间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：啥物会是大事？啥物会是小事？你用啥物会来界定你所看见的事是大事？你所做的事是小事？你用啥物会来界定？有人咧讲，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大事嘛小事？有时真歹讲。因为啊，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爱看你到底倚靠上帝、相信上帝到啥物款的程度。假使若是上帝要叫我做的事是大事啊小事？小事，所以敢莫去说跳过人过。啊，若我的事咧，上帝啊，你创造我是宝贝，求你吼，着互我一帆风顺。互我带着好某，互我会当有工作顺利，互我会当有真好的职位，互我会当一世人荣光你。是要荣光啥物人？上帝啊，你若荣光我，我就荣光你。所以这是大事啊，小事？这大事啊！上帝啊，你若荣光我，好，这大事，然后我荣光你，你就得着啊。上帝啊！你的计划吼，我若有闲，我就来参与。上帝啊，你的话语吼，你所讲的吼，我若会使，我就来听。啊，若无吼，我人生还阁有真济比这搁较重要，爱先做。所以上帝的计划是小事，我的计划是大事。上帝啊，你若互我吼会当顺利。伫我人生所行的路做了真好，我最后退休的时候，我要来传福音，传扬你的名。敢捌听过即种讲法？我想有真济人伫即个中间犹原做真好的工，但是今仔日伫即个中间，上帝的事甲家己的事，到底对一个是大事，对一个是小事，对一个摆伫头前，对一个？认捌上帝的话是大事啊，小事。我若有闲，我就来。啊，若我家己的计划咧，这较重要。
啊，若要传福音呢，有闲我就去；若要起造新的世代咧，这爱看卖啦，看有够人无，有够资源无，看有够钱，有够所在无。上帝啊，你若逐项拢比办好势吼，我就来。对着安尼想法，有啥物款来？敢会记即两个？咱来参加招盘的时，敢有看到即两个？有吼，我记得够清楚。伊讲吼，一个大尾的，一个跋筊的，一个大尾的，较细汉的大尾，啊，一个吼是跋筊的，会当吼咱礼拜六听到遐个故事、遐个见证，一个大尾的，一个跋筊的，啊大尾的讲吼，讲好佳哉我有来教会，无我真毋知就对啊。另外一个吼跋筊的，好佳哉有来教会，无一摆就输一间楼啊，看有偌济楼啊人输。亲爱的兄弟，什么课上难？要改变家己的固执上难。我讲的是固执哦，要改变家己的固执上难。啥物会上难？要改变别人的想法上难。啥物会上难？要放下家己的身段上难。啥物会上难？你过去有成功的经验，甲你讲，这过袂通，这种难。啥物会上难？当咱到一个坎站，要甲咱讲，要用新的方法来做，真困难。这个物件拢无好改变。但是趣味的是，当咱听见昨昏的故事，讲到即两个人，一个大尾的，一个跋筊的，因后来拢伫教会伫做即事。我毋知影真是毋是继续伫教会中间服侍，因为我毋捌即两个。但是当听见有人来到伫教会中间来改变、影响伊一世人的时，我感觉足侪物件伫即个所在所开费的时间、精神、甲金钱，拢足价值。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真难，因为要改变一个人接纳主耶稣做救主真困难。但是改变家己呢？咱敢有迄个机会改变家己？今仔日我本来伫儿童信息内底，我要讲的是乃縵将军的故事。但是我足惊到时，囡仔佫甲我问讲，洗身躯是安怎洗7摆，6摆敢袂使？因为迄著是我细汉问的问题。但是今仔日伫《格律之歌》内底所讲的，有时当咱咧看即世界，真正有问题是咱对一个部分，是咱心内看出的迄个部分。所以当咱情绪无好，心情无好，当咱已经有偏见，挂着一支有色的目镜，咧看即个世界时，世界看出去，拢总毋是咱所喜欢的。啥物会上难？要除去偏见上难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咱要安怎知影？咱需要改变。咱要安怎知影？我若无改变，我无法度迈进后一关。咱要安怎知影？咱需要改变，来改变咱的固执，甲改变咱的偏见。过去我捌引用到一个牧师所写的，伊伫一本册叫做《攀登高峰》，一个拿俄米道地，一个白人的牧师所写的册。然后伊伫即本册内底，伊讲起6项物件。伊讲，假使你若伫你人生所行的路顶悬，你感觉你家己面临改变，安尼就是你需要改变啦。我想这足简单，这袂解释。但是伊讲的第2点，伊讲，假使你若感觉你生命中间的情景在改变，你周围的环境在改变，你的情景在改变，那安尼就是你需要改变的时啊。第3个，假使现在伫你的脑海内底有想到过去你毋捌想到的，也是你用过去所袂有的经验来祈祷的，
还是要向上帝讨的，那爱你爱注意，你有可能在面临改变。第四个，伊讲，假使你若感觉家己拄着无法度对抗的势力，也是你感觉拄着一个艰难，是你无法度赢过、无法度克服的，安尼就是在提醒你需要改变。第五个，伊讲，假使伫你的身躯顶悬开始发生有一寡你无了解的代志，你毋知影即种代志是安怎发生，你毋知影是安怎会有即种的结果，那安尼就是你需要改变的事。最后一个伊讲，假使你若足奇怪，是安怎我会碰到遮个足奇怪我毋知的代志，那安尼你有可能就是你的人生需要迈进另外一个阶段。你需要迈进你人生后一个阶段，但是伫即个中间，并毋是讲你现在即个阶段是毋对的，毋是安尼。咱毋是咧否定过去所做的物件毋对，咱是伫遮个经验内底，互咱看见，咱已经面对一个甲过去无共环境的处境，所以咱需要改变，咱需要行入去后一个阶段。伊所代表的，毋是你真做的物件毋对，伊所代表的是你真袂当停留伫现在即个阶段，你应继续往头前行。亲爱的兄弟，人生就是不断设立新的目标，然后互咱继续行。这就是信仰伫咱生活顶悬真实的意义。今仔日无论你爱你毋爱，当你人生行到袂煞的时，咱永远拢还阁有明仔载爱过，只是要安怎过。咱要安怎迈进另外一个阶段，然后来计划咱新的阶段。咱要安怎准备咱家己的心，会当伫迄个中间换一个念头。乃縵将军，伊所拄着的，就是伊有伊的心愿，伊有伊的眼光。伊有诚意，但是伊有伊人生家己的关度。要叫伊伫约旦河内底洗7摆，即个物件受洗。假使若会使，上好会当去到台病院，然后做广告，讲吼，即个乃縵将军身躯的病会当伫台病院来医好，然后做一个宣布。后摆吼，足侪学者来研究讲，即个病就是以色列的先知来医好的。假使若是即种，我想乃縵将军会感觉真有面子，所以要以无病。但是今仔日先知甲伊讲的，你去互人洗身躯洗7摆，伊所拄着的就是，你有愿意顺服即个上帝。假使你若是愿意顺服，你的人生要一直改变。事实上，假使咱会使转去，请咱继续看《列王记下卷》第5章。咱今仔日只有读到13节，你若对，咱今仔日只有读到12节，你若会当继续读落，后壁阁有2段故事非常精彩。第一个就是伊早来的礼物，以利沙无要收，结果去互啥物人收去？以利沙的奴仆偷偷甲收去，转受责罚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伊伫即个中间，伊乃縵将军甲以利沙讲，我要面对即个上帝，但是请你原谅我。我即世人我无要搁拜别个上帝啊，但是有一项事，请你原谅我。当我做将军，我的王若要去拜神的时，请你容允我扶我的王入去到殿中，迄个神来拜。请你去看即段的经节，伊咧讲的是拄好咱今仔日伫台湾民间宗教非常容易拄着的事。乃縵将军甲以利沙讲：我即个人即世人无要搁拜别个上帝，但是我有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是做一个将军，所以当我的主人爱入去拜神的时，请你原谅我，
然后，互我会当牵我的主人入去内底帮助伊拜迄个所敬奉的神。我家己无要拜，但是我的工作我必须来安尼办。所以，请咱伫即个中间，咱嘛会当得到一个答案。以利沙全家应伊讲啥？你通平安去，照你所记录。今仔日伫台湾民间宗教内底，非常容易拄到一款的情形，就是全家拢拜拜，敢若一个人来信主。结果上惨的就是，迄个来信主的是神父，神父爱做啥物工课？大家若要拜拜时，爱准备遐个纸，准备遐个祭物，爱准备无？做神父的爱准备无？你敢会当伫迄个中间讲？我已经信基督教啊，对打以后金纸无摸，香无刻。哇！即声若讲落吼，家庭纷争就搁开始。伫即个中间，咱嘛会当学习，亲像以利沙，迄是你的工作，但是你的心已经归属于即个上帝，你通平安去。所以，当伫即个中间，乃曼将军改换伊的心志，改变伊的念头的时，伊得到会好。伫遐洗身躯，洗到7摆，坚持到第7摆，最后1摆，迄款的念头改变，乃曼将军伊也开始改变伊的人生，然后互伊会当迈向另外一个阶段。乃曼将军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开始，亲爱兄弟，你的阶段的，你即现在所拄着的困难是啥物？你有啥物物件伫你头壳内底，互你行得出去？你的健康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工作，你的信用，你的服侍，还是你的人际关系？啥物物件互你卡掉伫迄个所在？亲爱兄弟，改变别人不如改变家己。咱伫即个中间，只有三角互相勉励，主啊，改变我。主啊，伫即个无和平的世界，求你改变我，有一个和平的心来看待全世界。主啊，改变我，求你改变我。伫即个无公义的世代，有一个尊有公义、佮敬畏的心，通坚持持守脚步即个世代。伫即个世间，有太侪无法度掌握的物件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互我无因为无法度掌握别项物件，总是独独掌握我家己的心，归属你，顺服你，我对你来行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互我通美满好势，迈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。主，互我伫所行的路，无因为我的念头将我困掉，总是因为我愿意改变念头来顺服你，求你带我的脚步。愿伫十字架顶死所留保护的耶稣基督，伊的保护真慷慨，真做开咱伫咱每一个人的心情，互咱迈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继续前进。三个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主耶稣，诚做阮的救主。但阮愿意伫即个中间恳求主你，你伫十字架顶所留的保护，诚做阮的开力，改变阮的念头，互阮无困在伫阮家己的念头的内底，互阮愿意改变顺服你，行向阮人生另外一个阶段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